欢迎收看《后上太上宫》，叫我大家讲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主持人阿中國強下來同後生人打在鼓了。相信大家平常時聽出有接受過人嘅父母，比如講人遇到問題家下，一天希望拍生人夾夾同人嘅問題解決拍，呢也是一種父母。不過咧，有人遇到好嘅父母，聽出係其實太前嘅毛啊。韓國遇到壞父母，一聽係貪便宜，咁有樣咧。今日要了解後生嘅同大家分享，對家人來講，好嘅父母、理想嘅父母，到底係乜嘢？將場反應。主持人老阿叔叫做阿立榮。大家好，我係做過父母業，唔過無論心情好，還是心情唔好，都會笑面嘅立榮。真賣笑嘅啦，賣笑。那天是做得笑。係啦，佢講嚟唔係冇唔錯啦。呢就老阿叔叫做阿路儀。大家好，我係讀到명품 hình影片，跳加上唔係 V 嘅錯嘅阿路儀。阿路儀，等下講，等下講嘅哪個？如果唔該老姨講，唔點解出拖3周年嘛？同心。好，第三就老師叫做阿嘉寧。大家好，我係唔好攞嚟講法嘅父母，就係最好嘅父母嘅家人。就係要有啥背後人對順風就好誒，千萬唔好講法。都定嘅，都定嘅嗬。提示咗小個哋後先。大家好，我哋學生時代是開始做父母業，最後讓銀行做第一線接觸嘅後生。做父母業，做到呢一下，咪唔會甜。誒，到底會做乜嘅用意？做唔會那個苦讀自己，苦讀時間咧。等下我同大家分享嗬，到底先講到窮嚟買到嚟到父母業嘅戰線嗬。第三老師叫做阿比倫。大家好，我係食去傳堂食滷肉飯，看到嘅評價有體類，係硬愛去難記嘅理論。做硬學啊，個思考你想講，佢拜研究體類，一拜應該體類最唔驚你吧？哦，呢個設價之水設價，驗證。你去印證的，對，印證哈，然後結果啊，我有實驗，哎，真的有地雷，謝謝大家哈，大家。今日老師叫做阿小鳳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係小鳳，我係本機買茶嘅時節，嘅業務嘅服務好多次都係從董事長咧。哎呦，看到咗忙到眼叫無來啊！要按啲錢啊！係啦，忙唔到，我真見啊，都係個時代，馬上冇接觸過人嘅服務啦。比如講，你甚至你用手機嘅，啊，比如講有外送，跟咩服務嘅一種啊，你去享受到民家嘅那個貨運，咩係算係服務嘅一種，那啥冇接觸過服務，兩下做在選擇。好，沒有嘛？哈，冇吧？嘅偏啲重點都要嘅。係啊，萬那種人家父母，不過對大家來講，唔知道哪種就係好理想嘅父母咧？阿立榮。我知道我看嘅係講係傳統嘅法，我所以看嘅電擊嘅電影片。哦，就花200K啦，花200K，冇橋用。係講我係花200K 去嘅快炒店，我是冇唔會繞 Q 眼過啊。差咩唔怕？係入場，他係會搶，冇是玩啊，韓國partner搶你，韓國服務人員會笑面，因為是做得，唔係面處是做得，係啦，唔過係講許多嘅高級嘅，3000K 㗎，係啊，嘅當櫃是愛繞 Q 機咧，愛繞 Q 機哪跪下來，唔是按脆講嘅，唔是，佢是愛氣氛，貴嘅店嗰個氣氛愛做好，任我嘛嘅，韓國店廠，韓國老人來電呢都酒掠掉，我是都做得啦，3000K 做得，讓人盡富人來看待，係啦，做得。不過睇擺大家都知嘛，呢種睇擺已經為咗一種那種。像係日本法啲部都要講呢句話，人哋お客様は神様です，就是人客是係心啦，所以咧對人客就當尊重那個尊重天堂嘅心來看待。不過到呢下以前冇安樣先嘅嗬，阿偉倫知道人客咁尊敬係神。其實我知道唔係，因為我自己有做過嘅服務業嘅，但是我哋服務業人員其實真嘅一辛苦。故所以唔可以講真係要求佢就講要極好嘅服務，亦係講乜嘅人客心態安樣啦。唔講係先基本係有基本嘅禮貌嘅溝通，一種禮貌嘅溝通唔係講好按字聲啊，唔可以用這種很膚淺的。膚淺，咩？咩用白？太假漢白假是聽過，意思講漢白太假之後，唔夠俾人講按字聲什麼？你們還膚淺嘅。
你哦，肤浅的。没啦，我用办的吼，就讲太七个有去过便利商店的，那大摆接送要结束啊，佢哔摕来以后诶，佢冇人讲几多钱，佢就点，好点就算了哦，佢比如还唔去介意看个荧幕，看个荧幕嘅蛋糕几多钱，好，然后我付钱，我找钱，佢咩点，我找几多钱，佢咩唔讲，难道是默剧吗？就讲为什么不能说话？做嘛唔讲法呢？做乜懂钱？做嘛唔老下讲我找我几多钱，然后我总金额系几多钱？做我去讲讲，我就是说按用做都唔爽快，对啊，对我来讲。就是讲，除非拄到讲，嘅可能係慎重人士，希望我就會知道講，你今天是在幹嘛？係啊，冇唔錯啊，唔係幾多東西，我老人講一下吧。我有冇點 B 版呢？係冇？你可能講唔出上，可能講唔到上，可能 COVID 之類的。跟住可以講啊，跟做在講，我叫你後年同做唔得講，不係強做唔得講，不因為一條如果有錢用 debit 嘛。哎呦，以為人用 debit 啊，其實按你照，你就不用那個前面按，你用就足夠。啊，我們得記啊。一咁就讓，我們今天不是來報復大會呢，做唔得按用片呢，跟一開始講人要講吼，最後嘅服務就本來做 make up。千萬唔好講花，係真嘅，應該最好要做，因為他從五本做咧寫唔好，人來講花，有好係。係吃到懂後，應該大概都會傾下，佢就唔會人來講花。你就冇人講幾多錢啊？唔是啊，唔是錢，唔是錢。咁樣每下眼名就唔好講花，韓國人去買衫嘅時節，因為眼已經上好眼買嘛解，故說喺個眼落去嘅時節，嘅工作人員行過來。佢就會吃到動浪費時間，而且個人係燒緊，佢就會直接就出去。然後到底會攞一個空人情咗？有可能喺提醒唔講嘢，東西唔記得拿。唔講，冇人講法，冇人講法。做唔到講法，真嘅。很奇怪，不過真嘅會有人會當講咗用點煙攞去加飯咗，排出嚟攞人燒嘅，唔是。千萬唔好，你講呢幾班解就走。真嘅唔要按用呢樣嘢，這個我拄到按用辛苦嘅時節，最後是本來好好來享受自家有影響一生安介嘅嗰種生活嘛。亞洲風對你來講，理想嘅服務係乜嘅？最理想嘅服務呀，台面上講唔得咧。係乜意思？係講咧，最好嘅服務係知道嗬，因為嗬，特檢店有嘅特色，最好嘅就講做得人供應化。供應化，個人化的設計啦，供應化啦，客製化就錯嘅啦。我唔敢生辣咧，唔做得人嚟煮冇辣咧，冇不用辣椒走。那個係做唔得咧，我生辣咧應該煮辣咧。冇啦，有你就不接受客製化，有這個係要拖出來自由辣咧，冇辣咧個做冇一做。好起電聲，有為什麼愛起電聲冇？你聽我不？給天福頓聽到，你天福頓時空起電就好。就味道唔好，做得做改變咧，也就懂得事。係啦，呢種安皮個安排到呢個係符合北上人嘅心境，然後講基本上係食辣嘅，即係我就不用10公斤嘅朝天椒給你，辣會死，好冇？不過前幾日睇下可能到呢一下嗬，你現場所用嘅。以前可能有去減工做些個嘛，有去可能是去打工啊，當店員過嘛，有做過服務業。你做服務業嘅時節，你自己的性格如何樣辦欣賞咧？阿路易啊，我頭一隻頭路就係個傳統嘅服務生，跟住傳統係動要求服務嘅哦。你上班之前我本嘅主管檢查你嘅素質㗎嘅，還會檢查你有冇腫要都要檢查身體，先檢查身體。真嘅哦。頭一擺上班，要檢查身體嘅膽嘅健康檢查，對，迄個你嘅膚色啊，還會變個顏值，你隨時都會補妝哎呦，還有你迄個人客嘅作順嘅時間，你看哎呦，你好，請我吃乜嘅？嘅身體愛按輕功切，講法，啊講太了，你要離開嘅時間，做唔得吃要離開，你還要按哦。1、2、3，總歸離開。快啲啊！講到幾了？快些嘅，離開一下好。快些，我說你傳統做唔得特色，你傳統咯，下貴下太嘅服務就會較好。其實以前嘅機械人、機器人去做事做好嘅啊，做乜錢人？1、2、3，1、2、3。嗱，做嘅供應化啊。係啦。就要講，唔可以講貴化。唔可以講這個假設係搶加2種服務，我已經給他1顆星，因為後店人衝啊。
外国嘅傳統唔會特色，就唔會衝動。較快見的喂，當然嚇，唔過真緊啊，有時候就會講，喺像喺假使我喺阿比龍家本衝動，係聽說眼皮卡起來就，你沒買東西啊？啊，對不對？送你牛排。不過咧，家下有啲生意開頭就講，佢對學生嘅時代是做服務業，做到兩下，好心情就做到心得。應該是各種開始做監工嘅時候，應該是開始做服務業，做個動作，大家做啲圖一下，你下看一下 monitor， 大家有哪一張嘅冇做過？哦，有加油站、便利商店、餐廳，然後內外倉賣衫、賣球鞋，名路鋪賣3C嘅產品。投油這個絕對可以先刪掉哈，立行商業不是兩行做一先刪掉，大家都要圖一下，哪一張嘅冇做過？誒，做水天的啦，做牙冇黃小鳳地下嘅順豐嘅眼科去檢查。我知道喺加油站，因為只有嘅冇人去好出。唔好咩？像好心來公布哪一家冇做過？我冇做過嘅哦，其實賣海爾摩。那有可能，有可能，因為你第二張買鞋，見到你買鞋，你買鞋啊！唔過我自己買鞋買到我做啲買鞋我當過全部都做過，尤其係加油站係我第一家公司，該是高中嘅時間是加油站做事，因為加油站有冇收該年紀下細嘅，啥嘅事其他全部要做，其實團當過啊，全部該是要該做下。穿燙做下嗰張因為面對到銀客之外，全部係面對到銀客嘅，因為我當下啦銀客接觸，尤其又係銀客要計嘅 CQ 啊，你做得到去做到嘅 CQ 幫佢滿足，還有佢幫佢撳下時間，我咪感覺有一種感覺係當好嘅，當要先潮，係啦，當要先潮，因為雖然講幫佢買到幾好嘅東西，然後得到銀客嘅撳下，呢係兩件事情。咁講你係兩件事情都做到嘅時間，你就係冇面嘅先潮感，係冇唔錯。我始終嗬後做呢一種服務業嘅人嗬，佢提嘅唔驚艱苦，提唔驚麻煩，因為當到有上去為督導嘅銀行，當到要求當到嘛，所以咧，我覺得還是要給好心在總上鼓勵哈。所以應該成埋客家嘅硬頸精神。意思係講嗬，他就是當一個苦讀嘅基職家，你明白什麼？不過咧，像觀眾朋友先想，然後你下先非常一下，你是度過哪一度？哎呦，幫你險到某一個好嘅服務係乜嘅咧？先健康樂團後生地下會過後，等下再嚟繼續，讓大家聽下嚟打在鼓了。歡迎來到後生地下會嘅世界。唔知大家平常時有享受到乜嘅特別嘅服務呢？今日想讓大家分享3個老服務有相關嘅客戶。第一，服務，咪做得講係服務，係講許多顧客嘅餐廳都得享受到當好嘅服務。第二，顧客，銀客了解條價對銀客當親切。第三，意見係講銀客有好嘅意見，對條價來講係當前鋪嘅事情。後生地下會，你學會了嗎？講來了。歡迎大家多多嚟後生台上講節目見咯。上一堂嚟問過大家講，乜嘅按照理想嘅服務唔過嘅啲嘢嘅時段，價格減半，大家天窗要度過唔好嘅服務。對你來講，乜嘅人都快服務咧，你下先看一段影片，等下再嚟繼續嚟大家傾下嚟討論了。阿祖同阿發原本約好要去傳堂食點心。記得我呢邊啊。好，冇問題哦，請等一下。按住先哦。阿發，我有看嘅 IG 啊，最近係唔係有販賣嘅相片？有人所以多等一下給連講嘅呢。哎呦冇啦，嘅送俾老人講嘅，上個東窗許光漢，佢到時來寄送嘅啦。許光漢，唔好聽。係啊，係當作。
每看相片哦。真你懂枪啊？懂冲懂，来看一下。你看。那一片枪许光汉。63年看睇相片，开始讲起电话的故事，讲等，阿祖的上岛，今日就去点心呢。用我按钮呢。哦，眼摸一下好呀。好，富姐，请问有嘛事情？刚才店的东西都还蛮多诶。还是因为你传点呢，系现点现做，讲呢根本你啦吼，你爱送个天单又较多一些的啦。故说呢，排泄两笔，我再等一下下哦，排泄。好啦。又过下班点钟，点心含起忙来。啊，63年都女唔系咧。富姐，佢采用的还蛮耐呢，按钮的呢。排泄，唔着加下点嘅吃破嘅鸡卵糕啊，你吃破嘅你年含到个杂。哈？还有嘅柠檬派嘅柠檬嘅汁啊，你含到个尖。还有嘅咖啡条，你年含到个派啦。唔过，还有系你厨房呢较夹到嘅，我排泄两笔，我再等一下下哦。还会等几久呢？天炸嘅吃头。排泄你好，刚有毕业嘛？排泄啦，因为你根本嘅内容全部都难嘅，竟然上现场对嘛？好啊，唔该等几久呢？差不多剩多30分钟。好啊，给我等。好，冇问题，我也搬一种号码牌。按这些。好。你好，陈先生，好，冇问题，他两笔也很强啊。好，欢迎总理，刘先生啊，李伯强啊，陈先生，李伯强啊，也很强啊，李伯强啊，也很强啊，李伯强啊。服务生，你别讲我做在第二店，因为你好久买退了呢。系先我唔记得讲诶，因为呢，你系买送人嘅船，嗰个前面呢，迄间银行呢，全部都有现金币制啊，跟只有13年，比种去排泄啦。乜嘅？乖东西，做啊，都奇怪。对。谁？baby，好吃吗 baby，你不能有给他东西。waiter，你那个桶有蒙擦嘞，你看。waiter，有嘛事情啊？你那个桶含黑有蒙擦啊？把咱摸一摸洗呢嘛？不是嘞，改天我会说嘞。走。蒙擦听听，算你有蛮好强诶。家样片地图真嘅有得本人知道吼，唔止爱烧也爱叫啦，真嘅哦。爱先批复一下李比伦先生。你忘参我们主你含白你还人的哦。哎呀，算来要买好强啊，起出来百几脚嘅，啱咪攞佢攝落去，係定然嘅。唔過真嘅有甚時去讀到喺我輩本單心情好，喺讀到兩種事情。本人好心情本人打敗嘅嘛，有度過呢一種本人知道個險都冇一堆好呀，假呢要買個服務。我有一拜同我朋友去搞個密室逃脱，一上我2000元，2000，貴嘅。我有送福嘅啦，用自狗嚟就是啦。佢只計用是很熱甜，佢說那個工作人員很愛到啲我背等，佢當然咯，係準時到嚟，佢哋係蠻準備好，就很愛到啲我背等。好冇嘅，那就落去高雄呢，佢講93元，就做哋成團包場。佢說就93元落去，佢講冇，根本係要23元去來，跟住老佢就強下搞。不過佢23用嚟做得夠咯，係啊，93元。佢就老嗌就強下就11元啦，就做佢強下搞，唔過嗌就懂唔中意同朋友講話嘅幾種嘢，係去到上歡迎。係，佢說幫佢結束過後，原來佢23係14歲。佢哋完全都地嘅乜嘅
奇怪，同時同那我都冇乜嘅冇教到乜嘅，就成功過關，係就冇教到成功過關。韓國結束過後，唔係嘅工作人員會解釋講，鴉片係都賣殺嘅咁吧，佢都冇講。如果講，反正下禮拜再過來了嘅時間，韓國有感覺啊，就冇反正下禮拜再過來本來就皮，二刷安尼，古時就冇解釋。係啊，古時佢係天拜教到按唔好教嘅。唔係嘅，攞嚟講唔可以。等下再講。我哋假年應該冇去天禮拜嗬，天禮拜本影片嗬，像係就講係七甲帥啦，天禮拜有本影片嗬，跟住七甲昂，看改本影片度，嗬個內容啊，彈講就一擺，真緊壓到去個 Google Maps 導航留1顆星嘅粒線。我平常時係非常溫柔嘅人，唔會做呢件事情嘅。我天禮拜做呢件事情，為嘛嘅呢？世界用時是下班咧，唔過還有誰會做咩事？凊彩輕易見個插運站地步度個咖啡店，唔過個咖啡店係冇人哋個顧嘅，是機器安樣嘅。但是想講，你阿妹冇乜個服務啊，是坐啲個片做。聽聽啊，不過未喊忙打烊哦，可能差唔多8點半嘅時間，是用人哋個變數，韓國嘅變數變動圈哦，第二片點變，講緊係垃圾係冇，是東岸是轉去是6年，不過我呢下遲到吼，係講佢家用是7隻落，我講未做得啊，我咪就做得7隻落，佢講伊冇按用伊，有人可能有這個店吼，叫佢跳就按用伊，叫個差唔多減為休息咧，嚇，差唔多8點鐘以前，佢講你喊到幾家寫。應該是兩下開始來表示咯。拍攝哦，講一個以後，我現在打掃了哈，打掃，明明就忙到，佢可能是用呢一種嘅方式來講，小子好閃了，都跳誒，兩個跳有經驗咧。兄弟係韓國嘅始終唔係變做嘅飛程都會多嘅都歐洲。唔係，其實係去收你的調味罐。收你的牙籤罐，而且講佢可能跳自己喺做下，開始來變東西，家下咩都乒乒乓乓，不然其實，哎呦，呢係發生咩事情？發生咩事情？這個鐵捲門就變下來。出氣咧，這條火板，總之個田婆是慣鐵咧。阿魯一開始自我社會家下就講到咩，去到一間店，結果無味嘅錯，結果係因為配上去開到無味嘅錯，很有問題。即係你係咪有動到명품啊？我去翕嘅樣片啊，來燒嘅傳堂咧。係咪美神？唔係嘅，嗰件傳堂係燒嘅係個漢堡，嗰個漢堡係個當有名嘅美國嘅打籃球嘅名聲來台灣市，結果當初美國嘅漢堡啊，我想你一天我去試試看啦。要不然我就拄好對個順口做勢，我就打電話主問，去到現場嘅時間，個調解就係講拍攝根本嘅有個명품要來翕樣片，嗰時候我地度無方便幫佢做，我就想講，今日做人呢。動人都不動啦，係唔本係呢批錯嘅條件係主份嘅時間咩無線人係講，呢個我想我無來都來咧，我就買咗去試試看啦。呢個基本係對嘅腦杯等嚟20分鐘，真拿到嘅錢，你仲有係我等嘅時間無批你人客，명품咩忙來，佢唔本係對嘅地度等，我真係當看，我就對你會俾佢一粒神嗎？我準備要半夜1粒鐘嘅時間，我看到當面讀到出嚟，嗰時候大家看嘅명품燒嘅傳堂，一定要上嘅 Google 去看一下本書，看人家評論係冇唔錯。哦，嗰時候唔係為嘅書開咋？乜嘅？你唔係為嘅書開咋？唔係為嘅書開咋？我講我乜嘅亞書？唔係亞書，係基督教係嘛？唔可能，個例子可能頭家有人講有人，佢即間冇堂證，有可能咯，呢個冇打開咩？你講過年。我講真嘅啊，有陣時吼，啲我輩咪有可能讀咗兩事情，雖然講心情當好，不過上下又會讀咗你係夫婦當好呢？又係講因為係咪根本出門家下要諗到舊事，按好菜呢？然後大家請大家來好康必報一下，來個報一下，有那條度過那條好嘅服務嘅經驗，好先先來老大家分享。其實我老大家分享一件台灣嘅盤點，呢件盤點全是點解係新冠都係第一名啦，設定營業攤嘅雲品酒店，雲品。
品盘有乜啱啱講咧？因為佢有本身佢嘅五星級嘅嗰個盤點嘛，所以咧你去嘅時間是會有一種賓至如歸，從去到盤點轉到不開嘅感覺。因為你到嘅時間其實會當親切，讓你們講，你好啊，好久好啊，你歡迎你落嚟嘅盤點，挑選啲那邊來啊，當甜唔當甜麼啊？係，操，人講嘅時間，其實會喺呢度嘅拉比去湊一下，湊嘅時間，人我一下是會攞嘅甜點啊，還有啲飲料啊，全部會拿過來，你哋嚟湊一下，我點解攞嘅房卡拿過來幫你？平常時係大家去到嘅櫃台，去自家係拿房卡係冇，我記得唔係，佢係喺你湊定幾多房卡拿過來幫你。係，還有一個最特別嘅係乜嘅？是大家去盤點是水木水好嘛？第一件盤點佢全台灣唯一一隻，唔是水木嘅。我鬼啱會冇水木。佢全台灣唯一一隻，就係幫你拖到河水嘅鏡頭。用拖嘅啊？係用拖嘅，佢而家都係鏡頭叉。啊！個鏡頭上面有28隻鏡頭，很多隻。係佢仲你感覺你而家盤點個鏡頭感覺冇好嘅時間，你是對打電話去講，佢就會順個叉順過來。啊！你呢度個冇好時，那個係要拖踢，啊那個一隻鏡頭拿入去，你問你講，呢個水係硬嘅，還是水軟嘅？呢個水麥嘅，佢讓你燒嘅，啊幫你水過，水到你好。你帶那個總統帶。冇去搭建全部都係你，佢搭上你做按你吃，佢吃完你可能深一點嘅。沒有。佢差咩先要推停？不是啦，我成日講，係有選擇性嘅困難，千萬唔可以平凡化，唔容易上人目嘅。所以我哋天公，天公5點㗎嚇，你喺做乜㗎？好啦，阿 B 來分享下，你讀過那條本書，笨蛋可能係唔好嘅經驗，經過幾條嘅服務，你知道做得安怎嘅？我講一隻雞嘅故事，唔係啦，即係一開始一樣啊，見一開始係唔好嘅，不過後來點解處理嘅反應啊，知道講好。我有擺圖嘅暗用路嘅啲平台行，外送嘅天東西天色咧，嗰架嘅套餐係699嘅樣，有4項菜，嗰個4項菜嘅地方咧，唔做得揾其中一項菜，比如講唔做得加199呀699，冇用嘅家私。做對揾劈你菜，又係種數學課，係冇錯。而家我做加499嘅樣，希望雞嘅烤嘅雞，嗰時候你我做拿到3樣菜，嗰一隻雞加699加499。好啦，我講埋，嗰位嘅送來嘅平台嘅人叫2台，佢都只有送1台來，佢1台只有3套菜嘅雞台送來甜甜。雞冇來，雞冇來，雞啲太便宜咧。做大片拍一本嘅外送平台嘅人，佢都講，佢都冇拿到另外1台。佢亂盲講出來。佢都冇嘅，嗰個叫樣嘅，係都個肯定可以將佢拿，佢講冇，我冇真係攞唔送嘅。你那個雞唔衝咧？係冇錯，佢估數佢推係499。唔過睇先個上一下，佢推係499。還是有一項菜啊！所有4項菜啊！有搞到3項菜啊！就打電話轉去本原來嘅隻店家，但就講一種情況，佢講根本冇辦法，因為店家送都幾日就送嘅啊，店家幾日平台咩冇再攞送到。有做不用多點方，嗰個調價，嗰調價都當好，佢就讓佢調價7價，讓佢送過來，佢咩冇到數額錢，佢就到本額一隻雞。嗰個還有，讓我就有當到嘅小菜啊，然後個飲料啊，都搶嚟食。嗰種係總共花係699，有3項菜，一隻雞，還有當到嘅小菜哦。硬掉，我頭腦痛哦。剛才那個啦，數學課做得下課，唔過真緊啊！你下當當然去一件係忘去過嘅傳統，也係講冇去過嘅景點家下，通常我先去參考網路上嘅評價，那個評價咁真緊有準咧，等下再嚟繼續同大家共下來分享了。負面嘅評價會比正面嘅更加正確，因為有動作嘅時候，正面咧有可能係比如講店家送東西啦，係真緊最有那有暗號嚇，佢嘅快嘅評價係真緊最要。有一班人去傳統家族一開始有講到咩？嘅主要嘅滷肉飯，佢當頭都下定嚟哦，滷肉飯千萬唔好點，因為比上嘅面當槍做咁樣嚇。嗱，就想講當槍做，哎呦，我廿擺去雙擺當槍做，可能係做嘅強面，我廿擺去有可能會較好食咧吧？嗱，都點啊，來咧，試一下啊，就係做，我唔錯。
欢迎大家都在后上台上讲节目现場吼，你上一團就問過大家講，知道講，到底乜嘅係好嘅服務，乜嘅係唔好嘅服務。唔過上海去嘅線咧，唔是去過一點，吼，順豐同順嘅人咩冇去過，你就做啲講，要當然要參考講用路況嘅評價，比如講，比如講 Google Maps 上方嘅評論，嚟講係像用路況，有人寫嘅文章去參考看啊。唔過大家會知道講用路況嘅評價，咁真正參考嘅得。後先知道嘅用路況嘅評價參考嘅點麼？嗱個正經係參考聽聽。其實應該為咗你都內容做到參考，因為你喺社會咧係大數據法則嘛，所以看家全部底部嘅內容要下。都是個數據嘅麼？嗱，譬如講，我係兩篇傳統食譜，咁嗱係大家啲咧，等個寫嘅嗰啲都講，你個傳統啊，嗰食嘅東西做得，唔過個湯做唔得，咁個嘅時間嗰時唔會係認同，因為當然按呢寫表示講，大家真需要按用呢個想法。雖然講你一下當到店，佢都會推出嗰種嘛，你只要寫評論嗰時會幫你菜啊，或者幫你飲料嗰種。嘅時間就幫你乜嘅送乜嘅送。係，雖然講你下當然呢個味道你嘅，佢可能後邊寫。係冇食前菜寫，咁梗係督導嘅時間應該是看心情啦，心情好緊寫下多，心情唔好緊咪我背寫。不過咧，我感覺兩個東西還係有用嘅啦，係啊，因為你係參考下底部嘅東西啊，你是做啲地道，因為我冇去過，所以該做啲參考一下該地道嘅東西。冇錯，是講要記講，你不要聽上線記，不過肯係做得準做一個標準講。提提來啲會員記得係寫嚟哪啲東西，大家都按來，你可能真正要行出嚟，大家都要寫到嘅，因為講要計東西，大家都寫前種可以變記，因為可能會艱苦到為止。從幾時可能要添會練一下。我做一諗一下嘅你，我做迄個教識蛋糕，像人家講嘅，寫嚟翻，好，愛點糖冇一點，我做一天冇一點糖嘅你。佢就係嗰種懂不偏嘅人。不是我，我有一個論主係講，你心裡有乜嘅問題？就有一些被虐的傾向。沒啦，就講一下正經哈，評價先生講嘅話一天愛糖，評價樣板講唔再照定期來做。那我還有自家嘅真理嘅經驗哈，負面嘅評價會比正面嘅更加正確，因為有動作嘅時候正面咧有可能係比如講點解送東西啦，係真經是有那有暗號哈，佢嘅壞嘅評價係真經最要。如果俾人去傳統家族一開始有講到咩？佢主要嘅滷肉飯，佢當佢做下單嚟哦，滷肉飯千萬唔好點，因為非常嘅麵當槍做咁樣哈。那就想講當槍做，哎呦，我廿擺去雙擺當槍做，可能係做嘅強麵，我廿擺去有可能會較好食咧吧？那就點啊，來咧試一下啊，就係做，我唔錯，就係做。就咁樣，古時候講，先生講嘅話，評價講嘅話，一定愛聽。所以還有一種啊，應該是會看街蛋糕街店家要去看下啲評價麼？但係要去看未要去飛，應該講我兩個店家要重視大家上，兩個店是一定愛去下。我知道阿 V 論就係硬學。硬硬精神，嚇到你。聽營養版員講，其實唔會糖嘅嗬，硬可能爭啲，因為正面嘅幾係負面。千萬唔好參考像阿 V 論，這種是做唔得參考嘅。阿小鳳嘅用路況嘅評價，你知道參考嘅點麼？我知道一定愛看，也唔單止看嘅神嘅數量，啊看人家嘅留言，人家講話吼，你寫唔好一定有準。不過還有一點。而家講多點解我講，你給我5顆星，我送你物雞，送你物雞，係就送你物雞菜，係送物雞菜。嗱，我講，我就為留嘅發通嘅DM 有冇，攞嚟翕下來。然後傳送呢個，佢喺外講本佢5粒星咧，佢就本係1比2咧。啊，你就本睇住個地講，冇必要練咯，也好也唔好，我繼續看下佢。冇錯，你係咩一種方法嘛？誒順豐咪要平穩，人家佢就會條條留嘅翕上去，就講啊。我為了5顆星，所以給5顆星。用英文講，唔過啊，前期係講係去到嘅店行家下，就可能廠家下阿 V 論廠係即間樣去塔到一個體類家下，你睇到本來係按上講真件上海食滷肉飯，結果佢送落去1萬賣，1萬足家下。唔知各位講佢硬皮去老店價來反映講，因為講自家轉去
都无卡做迄印象唔错。哎呀，该下用无去老伊讲啊，这个压都袂死，然后张一流我下续集，我啲係真件迄枚咧。幽默你玩哦。其實佢案件，但佢都怪命嘅，做好嘅啊，做丫頭出來做很多梅啊，你做嘅嘅啊。你再講去說 T3拜，哎，T3拜吃嚟㗎。好咧，你梅嘅故事都入邊信。真係。哦，阿簡嚟來講啊，你知道你讀到啲黑唔好嘅，對你來講，哎。冇都切解按酸按好嘅素菜加下，你知道唔會眼疲勞點加反應冇？其實呢，喺講喺服務態度嘅部分呢，唔好我未吃到冇想過。唔過呢，我去傳統食東西一定就愛好食。跟我有一擺呢，我就牙齒痛，東西會拔牙齒。有去附近請，有做咧有看醫生，有醫生冇？有一件呢就1粒錢。Google 評價1粒錢，你就想去吃看那個？因為這樣排到啦，我就可發生乜嘅事情，然後結果大下睇假如講，因為佢開台嘅人嘅態度都唔好，然後我就講冇想過，我就去，結果呢真係面動粗，韓國人我拿錢看慢一些，佢拿個筆安尼，安尼，見看定係安尼，係真冇想過，好。今日喺講落去嘅時間，唔過嘅儀式喺動落，唔過嘅技術動好，我拔牙齒嘅時間完全冇感覺。哎呦，係真嘅動好，故所嘅評價。其實佢係幫到順風嘅東西。有可能，我唔清楚誒。故所嘅評價都冇講儀式唔好，都係講嘅開台嘅態度唔好，今日就做得 OK。往生可能唔會老記有嘛嘅交流。係錯。那這樣很賭哎。對啊，因為賭性堅強。賭性堅強。牙齒痛真嘅。唔過頭版已經講話，上船唔講價，下船都係壓壓叉叉，就講一開始無選品好些，你看過後轉去裝嚟開始錄影，即係講你嘅用係這樣是幽默嘅，冇買嘅用這樣是幽默嚟嘅，冇買地方冇做好，你點都唔做轉去裝講價下，就吃到講，你為什麼會？當初不好先講，冇錯。你容易無愛用心嗎？應該是默默承受該性格，你唔愛會講排誰講話，不應知道兩人下用話按用人講咯，按用唔講。你要講幾張會青鋪啊？係，咁你係按用人上街，即係講去到傳統地背度，睇肉睇鹹，假使講街下嘅，你知道幾繁榮，幾張會青鋪，係，咁知道咧係好嘅事情。不過肯定會看嘅目的係嘛嘅，因為下肉兩人是會跳上會發洩情緒啊，冇是會故意跳上會拿個優惠券兩種事冇好嘅，又為肉啦，為肉。媽基本佢評價咩冇用，看佢下端你佢並不照樣滾，佢有慘嘅。係啦，真嘅有上會讀到一種你講係 L 客 OK，有上會讀到一種 L 客嘅情況，其實服務業真嘅大眾人都看過嘛。如果係講讀到一種情況，真嘅會轉去講啲這樣子，我就眼皮卡住，歹勢我有反應。我之前我先老佢講，想看佢嘅做就是解決事情嘅態度好唔好？唔好我之前就會去打分數，我給一粒聲嚟聽聽。我一般嚟就係過年嘅時節，老嘅我看佢去南浦去撩，一個係過年時節，初三太年初三嘅時節，嘅傳堂伊都會冇開咩？我本來請到一隻傳堂，佢佢打電話去主問，佢就講你哋下我來係冇？你15分鐘內到誒，我就留俾本你，因為你下有邊，你就直接來就唔使主問，我就去，我5分鐘內就到誒。你講我到嘅條街人講，歹勢哦，你哋下冇位哦，一點鐘叫。咁咪要講要 V 嘅。佢就想講冇人係主文啊，佢就冇留本啊。因為自動劇，我俾佢一張成呢，你又唔是講嘅。個人係交通方嘅問題，所以造成安樣嘅情況啦。唔過真嘅，我請觀眾朋友想下，假使唔讀到呢一種嘅，對人來講，你服務就唔好，要壓到人嘅情況加下，我要把佢嚟記咧，等下再來繼續大家向下嚟分享了。就老個數據哪個會老個客服人員吵伊咯，佢上就吵咗15分鐘，就掛喺講冇就做咩不能看，冇就冇一方案。結果我親戚是乜嘅也係發生乜嘅事情，佢就去冇。原來天花講15分鐘嘅天花。天啊！吵15分鐘。你自己用一整堂。真甜咧，哎呦，對細節都有注意，要不要多問啲？
欢迎大家多多嚟後生睇上我嘅節目現場。其實基本講到動作嗬，不管係好嘅服務，係啊講只係做到，用我按基本出門家嚇，係咪膜拜神明？用我按水，然後做到按樣嘅事情。唔過你下請大家分享，就講你身邊啊，有談過，也講人係親朋好友，有度過一種，度到一種按摩嘅事情，結果佢老人去壓到嘅，度到按種事情，我用把佢嚟記記咧，阿邊度？我講嘅唔係記記嘅方法，我講嘅動聽嘅故事，我係老朋友共下去傳堂食飯嘅故事吼。因為有一擺就係講耶誕節嘅時間，就耶誕節嘅時候，就一個傳堂食飯嘛，跟住當到一種偷傳啊，可能比如講1990幾多錢吼，因為講錢，就講佢可能會當到嘅菜色按樣吼，你煮3年，佢做嘅可能做無動態，可能做按態聽聽，吼，跟住佢就緊拿出來，就不用唔攞人哋嘛，行緊鬆來，因為當到風吹咩？嗰日嚇，跟我朋友就講，我老佢1V 嘅，我就講，你冇那個同，就看佢樣嘅，真係當騙，因為佢東西就緊鬆啊，我咩話冇做下不用天嚟行嘅，嗰日我就講，你冇佢同，行個點價切價來曬看佢 V 樣嘅貼，好，嗰後來咧我想，你咩唔係辦法，我就講騎數點價，我講一下嚇，就講排些，我知道學鬆強嘅，做得看慢一些嚟嘛，一般來講就講，我就看慢啲嘅啊，見咩，佢做前面來講。排些也做人哋正常嘅上菜嘅熟圖，就講也係正常嘅，就講係冇差唔多，我做係一種熟圖送，我識做生我唔講識，唔講識睇下識唔睇，好也做酸嘅。嗰呢，咱係要等點一個雞翼，個雞翼一盤底度只有5隻啊6隻。跟人做食嚟咩？食啦，發現其中有2隻做無熟，打開來做無熟啊！好，跟住6點講，排些又有2隻無熟，佢就講，好，我就拿落去2隻雞，又當咗1點講當好，有可能佢講，送一盤貴時咧，全部都辦。其實佢冇按嘅，佢就想講，唔做方係2隻就好嘅。嗰個人講，佢雞你去，你食飯佢酸咧，雞冇再出來，雞做唔見咧。你啲聽人嘅態度唔好，佢冇所謂唔知咧。食飯你發情啊，態度幾好。佢咩功夫嘅？佢唔知啊，waiter，你話雞翼，佢就哦謝謝，佢就拿。佢見到我數起來啦，嗰度真見啊，有時會知道，那雞都係避到那一些。唔知避到那一些啊。雞啊態度對你來講就講，意思你就食啦。好，唔識人一嚟啊！真嘅，佢都中意講過嘅。係啊，你無奈何啊，佢咩唔驚去調人啊？講調，忙是咩嗌調價之過嚟處理天嘛。真嘅會按嘅。唔過係咩想講啊？佢按態度唔好，人都唔驚嘅店家送來嘅東西。有後欄水啊！咩有可能？唔過冇看出酸嘅。佢假呢？人家不抗議，而家講朋友度過那條本然知道，按我爸嘅事情。我要你淺淺嘅，加數據門口都起咧，其實我留嘅費用公大咩？其實啲嘅官方單個先好咧，一個方案。其實現場然後門市人員講，我也方案，跟住就查，結果查唔到也方案。佢講冇呢，冇一。冇喺空間，佢講我都冇按嘅方案。佢講你廟路單個看到嘅，你去廟路拍。哦，其實打電話就啲嘅門市人嘅面條前打電話俾嘅客服人員，客服人員講冇，廟路人但係都係看天，我去現場拍。嚇？你做現場啊？係，嘅現場人講唔過我都冇一方案咧。嗰時候咧，嘅門市人員就懂就攞嘅數據拿過嚟，攞嘅客服人員吵議咯。佢曬就吵15分鐘，就掛喺講冇就做唔到判，冇一方案。結果我親戚就哦，也係發生乜嘅事情，佢就去我天花講15分鐘嘅天花。天啊！超15分鐘。你真嘅用一整堂真嘅咧，哎呦，這細節都有注意到，你好多人㗎。結果佢就死馬換家咧，我嘅親戚。嗰個倆故事就講雖然講我差唔多2條錢，我冇料到2錢。我沒有料。我差唔多唔驚，我至少有料到配上嘅錢。阿小鳳之後要度過那條嘅事情，不知道。我講係王太太嘅故事，跟王太太留嘅朋友2、3人吼，去美容院做SPA啲嘛。跟咩去1擺哦，驚到我怪人講，1擺賣10堂課幾多錢？佢做1擺賣可能我2萬人嘅嗰種啲嘛。而且佢王太太應真係講懂便宜。
讲白底板吼，有在人茶油啦、足量啦，吼，有在人添料，添料就摆哪一只像贴布的东西，让人搭起来，然后咱快用，然后就摆，我今天啊，你就摆，你这时候被添到啊，吼。叫佢转了以后，佢就夾朋友吼，佢搭喺地方就開始縫起啲咩牆，吼就過敏係冇？有可能係，然後佢就排泄，佢當下就冇爽快就排泄講，佢轉了以後就打電話俾嘅服務人員，講哎呀有2-3年就安尼情形咯，叫佢就見爽講乜嘅，一講人咧體質嘅問題啦，吼，當然做就冇問題，就2-3有問題點點，偏人就冇來反應啦，我講。佢按度好，佢兩曬又本人大一下又點點嘅，講安尼做唔得啦，唔過打過去，等我一時間後來錄樣，結果我就開始講，人家就可以服務係安尼嘅係冇，嚇，按當然做成哩，按度好2-3年去就安尼，按嘢就唔處理，項確定伊唔處理吼，將每日我都乜嘅命，每日命嘅吼，然後佢確定講係耐久吼，機動嘢幾多好，佢知道怪怪咁樣嘅咯。冇用嘅啊，人家都處理方式啊，全部錄起來啊，係啊，到時候看下用嘅盤啊，佢睇到以後就馬上改條畫面。會貼拍嘅。嚇，唔係個貼，跳快跳惡嘅。係。佢本來拍起以後吼，馬上見到佢方式吼，兩邊變怪怪。而家所講做戲話做鬼頭嘅，佢家下人物係講戲就唔係表述嘅，吼。結果佢幫醫生來講吧，黃老闆睇死啦！這個變我就按你啦，叫不會做嘅唔是說係退唔同科嘅錢啦。哦，退按度哦。我想講冇啦，黃太太見到我講當便宜當便宜，我想講唔同科咩冇幾多錢啦，我講那有按你就退唔同科聽聽咯，退唔同科當好嘅，嗰還有天條嘅部分，人就以後做得穩配嘅現在。喊他天他喊他慘。貴姓啊？唔好用貼咧，係用要不然係15伏特，韓版嘅這家幫3000伏特。叫佢講吼，退唔同個9千的元，我想啲講佢黃太太講嘅答案便宜啊，唔同個就9千啊。其實這年懂便宜。其實很便宜啊，也通過冇2千 Q tiền呢。佢等於講唔同個100，佢拿來10幾號嘅，唔係吧？係啊。我變強啊！成班人咧錢真係好蠢。唔係按樣講啦，唔過真嘅啊，做多了種事情，最好係喺有人做得加像阿小鳳啊，按樣嘅人吼，做得起老嘅，伊嘅嘅甚至佢想講，哎呀，都係用辦法做，比如講我先錄樣，先熟悉嘅證據，坦白假設搞本嘅小報幹嘅片，真有證據好去做嘛。唔過吼，然後最尾嘅時間吼，內容啊，請你到個服務業嘅人吼，講1-2句話好冇？因為我自己咪做過當多嘅服務業嘅內容，我是持到講好，記得當辛苦嘅事情些，因黑白種啊，所以都到冇可能嘅。服務業咪係因學也愛強嘅。係啦，咩啦，咪係當辛苦嘅，所以有啲人因黑會撈幾多煩人幾多嘅事情，可能幾多冇辦法去決定嘅，因為可能係挑價輕幾多去用辦做嘅，所以我持到會撈服務人講，因為自家照顧好自家好好休息下。張偉強好心強人，做得繼續下去。好啦，阿後先，你係到底用辦法上做得堅持到啲下。其實嗱所有做服務業已經講啊，其實服務業係一隻當好嘅行業，因為你做得多到當到已經看到當到已經清洗過，所以已經特別感覺都係冇強用嘅，尤其係已經本應該嘅回饋感覺，那個才是做服務業最大嘅成就感。咁講係所有做服務業講，好嘅事情你當然做嘅。好，但係應考係好嘅，啊冇成日你做唔錯嘅，一定要承認，還有本應考好嘅賠償方案。但係講應考冇合理嘅嗰種內容，你咪做唔得即刻吞下來，因為啱咪係有係強嘅啊，啱咪係應啊，係冇。雖然講現在你嘅工作係啱自家嘅問題，咁講啱咪本應都係綠衰嘅呢，所以但係記得講唔好嘅，冇成做唔好嘅冇好嘅這種就是他想要的東西是不好的話，那你要就是大膽的說不。對，拒絕他。你做得脫掉制服了 ，no boy go。係冇成，你尤其啊係係拄到嗰種公司啊，冇成嘅主管係欺凌人下改片，咩欺凌人片話，該兩間公司冇啲改片咧，冇做咧，因為因為太數讓。係啊，因最重要係嗬，該服務業係
动到动贴片的地方，又动到一个回忆，所以最尾老所有做父母来讲，你都辛苦咧，辛苦咧。那只有2只建议要按高分嘿。好咧，人家嘅数学题根本早就下課啦。不過正經講到啦，其實父母也行我對自己嘅條路去負責嘅，係講人客唔係條條去做優客家下，你要想辦法攞問題來解決。韓國假使做人客人，愛對父母也愛尊重嘅，唔肯講唔付嘅錢，你要做在做阿沙，做在做太陽，相互尊重，爭做在本日嘅社會，行下進步哦。我記得下禮拜同一時間，我繼續來視看後生太上宮，要發太假歌，上嚟了了，拜拜。人講父母業，親像機械人，24點鐘全無了。見頭嘅處理無相關人客嘅需求，有兩人客請學決心做阿寫，準阿講拄到呢種人就準做先事。那係人客，慢學去考人，相互尊重，人家將會本好面色咯。